美惠，你在做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看他活得好不好。你们家的橘子园可以吧？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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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。对，东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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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困难，对，难，东二，对，东二无困难。哇！舌头快打结了，很不灵活。刚刚有看到本鱼姐你的笔记，对，哇！给大家看一下，约莫就是这样，就是有中文字，有注音，有英文，然后还有语气，是我自己发明，只有我自己看得懂。所以他们说，刚刚说要借我他们的剧本，然后让我这样念，我说我真的有困难，因为我的剧本它是长这样的。卖怕别卖了，一脚踹进去，踹开，不管是屁股还是掉血肉多地方，反正就是踹，反正我一踹你就，反正我一踹就不会掉，肉多地方踹你就帮我加油，对，帮我加个好。那个时候他就翻。那个谁，王一勇妹妹。感觉是一个那种长不大的孩子，还在这荡秋千。昭德哥今天是自己开车上来的吗？当然啊，当然是自己开车上来啊。开到后来觉得说，真的是这里吗？我没有跑错地方吗？